你是有熟悉？啊，你嘛拜托啊！你毋是讲介绍一个对毋对？170公分遐奈？伊电话甲讲170，我会知影，我会知伊处理好。即马是啥？哦，我这这个就靠边啊！我甲你讲的，迄30年前迄初恋的迄个啊。啥？哎，你较早初恋对哎象？呀，哎呀！啊，你死老狗啊！你甲我骗啊！啊，你即马讲啥？对，叫恁爸这死老狗啊！你甲我怎讲？你较早初恋的情人170，你毋是咧乌白转？啊，迄阵囡仔时代，逐个拢囡仔，我哪会知影30年啊，哪会拢无大着啊？对，咱迄你会记得对不对？咱迄阵有约无？讲到这代志，我就规百岁啊！你敢知？哎哟，你还佫30年前迄工代志，还佫你想哎哟，起啊？但我的头壳拢嘛记条条的，讲个啥？你甲我讲远，讲要甲我讲婚姻的代志，害我下晡3点到暗时3点啦。真正你死老狗免误你唔对。你佫讲死老狗？人伊为着你安尼30年拢无结婚哦。我咧讲，迄工的代志对毋对？毋是干那伊等尔，我那底伊等伊等12点钟，我等24点钟呢。哈？有这代志？你等你，我哪无看到你啊？我嘛是无看伊啊。是，你是屋伫倒位？我中山公园啊。哎呀，中正公园啦。哎呀！又对花所悲哀。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也不是失恋啊，我是黑狗山黑狗庄上界漂白上界烟头的乌狗兄，我这世人是无可能的失恋的。但是谁会唱这条失恋的歌呢？因为啊，有一个人啊，我若看到伊安尼吼，我若看到伊失恋啊，是比我家己失恋搁较艰苦啦。哎呀！流乱放袂离，分手盼你的分做起劲，甲心不死。春风微微吹你旁边，茫茫不再是。醉心往事，青春往。这个朋友，哎呦，你是创啥货？你这慢的啦！哎，喂，你即摆是叫啥？叫你啊！叫我叫我啊了。啊无叫哪？即摆身份你毋知影？我恁啥？阮老爸。老爸安怎叫？较大声。是这样。无听。你是咧靠背哦，多好就好。你多有你啊！哎呦妈的啦！我来看你那个脸，安尼七孔九做一孔，七孔了做一孔，我就替你感觉真艰苦。啊，你世间上的查某呢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朵花？你想啊，这是要创啥？一定毋是安尼讲啊！你咧知影恁爸对毋对？自恁母啊去了后，看偌久啊！啊，家己一个对毋对？啊，去想着讲较早，啊，未甲恁母啊结婚的时阵。迄个初恋的情人，我知道啦。30年前啊咧，我知道你最近心里面很苦闷，定来看你半暝被佮弄表，我是知影。啊，但是哦，我就是做囝人也真友好。知影讲你安尼后半世人啊，无人陪伴你，孤单过一生嘛，不是办法啦。是啊。所以我今天已经替你安排一个了。啊？安排一个女孩子啊来陪你。真的啊？要来咱家吃饭。哎呦，无，我还是要学你哦。你实在真知影恁爸的轻大的。祖父莫若子。哎呀，但是我咧讲哦，介绍对毋对？你也知恁爸眼光真悬。我参你爸囝做遮久，我毋知你的开口就对霸气。哎呦，体格，以前空中小姐。有。哎呦，这款我上介。啊，你就头毛背好势吼。甲我咧讲，约伊来食饭。食饭啊，食饭。哎，伫遐来咧，咩来去？为着伊无惜名声，甘愿赌性命。不知伊是有抢伊开寒毒的花蕊，当当力你拼生死，为情是你的。
我甲恁解。哎呦，啊，伊叫我花仔钱啦！你下唔对，咱花仔钱。啊不，动过一摆。你啊，你是有熟悉？啊，你嘛拜托啊！你毋是讲介绍一个对毋对？170公分遐奈。伊电话甲讲伊170，我会知，我会知伊处理好。即摆是啥？哦，歹势。这个就靠远啊！我甲你讲的，迄30年前迄初恋的迄个啊。啥？你较早初恋对这？啊！哎呀！啊，你死老狗啊！你甲我骗啊！啊！你即马讲啥？叫恁爸或者死老狗啊！你甲我怎讲？你较早初恋的情人170，你毋是咧乌白转？啊！迄阵囡仔时代，逐个拢囡仔，我哪会知影30年啊，哪会拢无大着啊？一日咧思念初恋情人就是伊。嘿啊！后遐拄好的代志。就是啊！愿说出就要放雨袂记你，有情绵绵绵你较想也是你，明知你是用发水性，因何偏偏对你钟情？啊，不想你。不想你，不想你，怎样我又搁想起彼你谈情的感情？既然大家熟悉，按就好办啊啦吼。啥物好办啥？无啦，啊都迄是过去啊啦。无啦，过去你家己看买落去。毋是啦，这拍。今仔你家己人讲的啊你。无啦，毋是啦，对吼，对毋对？咱迄你会记得对毋对？咱迄阵有约无？讲到这代志，我就几百岁啊，你敢知？哎哟，你还佫30年前迄天代志，还佫你想哎呦，起啊？但我的头壳拢嘛记条条的，讲个啥？你甲我讲，讲要甲我讲婚姻的代志，害我下晡3点当暗时3点啦，你敢对？甲伊拢嘛无来，讲个啥？哎呦，等下迄暗等12点钟拢无来啊！你唔知啊，拢无来啦。吼，安尼死老狗，你毋对，吼。你讲骂我死老狗？你讲等阵。讲落个暗暝，东边酒几粒星，看着阮目屎，不敢出声多看天，想伊是啥人？家下无情义，受尽你阮身躯，也不是普通事。身躯毋是普通事。你唔知啊？30年前敢讲还袂生出来？我为着伊，我拢还袂结婚，你敢知？安尼哦。毋是我咧讲，那这真正误你死会。老狗免误你唔对。你佫讲死老狗？人伊为着你安尼30年拢无结婚哦。我咧讲，迄天的代志对毋对？毋是干那伊等尔，我那底伊等伊等12点钟，我等24点钟呢。哈？有这代志？你等你，我若无看到你啊？我嘛是无看伊啊。你是屋伫倒位？我中山公园啊。哎呀，中正公园啦。哎呀，安尼误会啦，哎呦！到咧3岁就5岁。好啦，慢来，啊，都是过去的代志哦。啊，人会气啊，你敢知？到即摆我还袂嫁人，你毋知哦？为着伊呢，伊敢有嫁大互我等的呢？对，歹势啦啊，。伊嘛算受着报应啊，对不？伊即摆嘛是无某啊。哎呀，我嘛是无某。这算应该啦，对。什么应该？你讲啥话？什么应该？我这么是跟你讲，你咱做查甫人吼，啊，你既然讲思思念念出现在你面前的，你就只要过去跟他道歉呐，吼，挽回这个感情啊。好安尼哦。哎，去啦。好啦，行啦。好啥？毋是啦，慢。手嘛咧破啦。哎，你，我替你讲，我替你讲啦。这位阿姊，什么哈？这阮老爸即嘛无某啦，吼。啊，伊就算讲呢，后半辈子也有人照顾他啦。啊，既然恁两个是初恋的情人吼，就免讲你哋互相个性拢真了解嘛。啊，你也佫还袂嫁人，啊，你也坐位45啊，你40我想怎？
阮保持身材保持好，我伫行啥？等我我想讲，你要介绍我什么？介绍迄老高。我安尼讲啦，啊，两个加起来100外岁，搁但是啊，又跑，你讲对是像8外岁，哇，3个啦，哦，3个有啦。嘿啦，啊你搁只下，搁干一粒啊，对无？啊，较早因也无嫌我下，是即马伫嫌我下咧。我较早囡仔也无带着，嘿，我听人讲较早的代志。我这意思讲哦，你即摆要嫁啊困难啦，哦，啊你规群两个悄悄的斗阵，好无？好无？我毋爱啦。啊你两个带去看要？哎哟，叫我家招哦，因也无招我。哎哟，你袂叫招，透过囝替你招，遐侪下，就搁要大家小招，无人会甲你招啦，歹势。无要紧啦，你才无别人咧。啊，你毋通甲我笑。我哪会？我恁囝我哪会甲你招？笑啊，就歹势。好啦，靠背啊，还没踹一个。行啦。我毋啦，好啦。我无爱。行啦。无论是好天，也是落雨天，伊对我有所，一定就来去。看电影啉咖啡，两通放袂记，一个唔通放袂记。咱两人已经是情意长的你，心心相爱相爱。咱两人点讲，已经将情来熟悉。无论如何，永远唔通爱情咧变坏才应该。行，来去。我斗钱嘛。迄钱，同我咧讲哦哈，当喺厝诶，煮饭、煮暗顿，等候恁新妈妈等去食暗顿。好，啊，阮来讲散步。有听无？哇，叫你听无啦？迄个中正公园吼，中正讲有对吼。毋通搁行哈对对。哈哈。